来继续来看新北市的板桥，日前发生一件窃盗案，有2个嫌犯偷走入去社区大楼，共偷摕60万的金仔甲酒。第二天要搁去继续偷，就互藏起来了。真怪奇的是，这贼仔竟然有受害者因兜的锁匙，而且真拄好的是，这个调查偷进前有一个利息的保全，无因无端去因兜找伊的爸母来开讲，所以受害的住户怀疑。 应该就是这个前保全趁机会偷走因兜的锁匙，才叫2个贼仔去偷摕。2个查甫人做伙行落来，后壁佫拍一个大卡的牌影，毋过伊毋是社区的住户，是贼仔。1点钟进前，佫摕社区的感应锁匙，3到6间来人兜偷摕物件。 住户转来到厝里，原本规排的酒甲金仔拢总无去，但才发现前几天锁匙无去，指控是社区的前保全以苗犯案。我们那时候警卫有询问说来做什么，他就直接说要来找我们家，而我爸并没有收到他要来的消息。人都来了，你也不可能这样就说那就进来做。我觉得说这有可能是这位保全把钥匙交给。 教唆这些人。伫新北板桥这栋大楼，2个嫌犯袂输行走卡，摕锁匙感应器入来社区偷摕物件，加长工过来，警卫当场报警察抓人。没有问题啊！一起来做，配合我们。受害住户指控18号是一个保全趁机会找因爸母开讲，敢若偷摕锁匙，规工了后4路的贼仔拢总2个人入来，甲价值60万的金仔甲酒拢偷摕走。23号过来行为可疑，管委会就报警察，嫌犯讲是头家互伊锁匙来装潢，毋过被害人的手头甲锁匙下当场别空。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啊，因为他有来过，对我家中有小孩，所以那一天其实他们闯空门进来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孩子他们刚好返校。如果在家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锁匙无带无钱，哪会碰见？住户怀疑就是前保全摕走的。警方目前继续调查另外一个嫌犯的下落，就是要量查破案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